向前好，分享受困出面台会，看到爱俩多了安降个回顺，了大要系机动界草根公然回顺，了大要机界自然环境条件非常安好，所以了大要界会用资源做得讲系非常安丰富。机动市政府都经过预告了后，最佳到了张业界年尾，就会读两篇正式公告做体育界会用资源保育起来哦。人摆保育起成立了后，大家看到从后背了到人都个调安用个行为系完全禁止的，所以就上会到了解保育器对菜体个见面系有所影响的。大家想法形容的是有嘛个期待，因为了下两批是现充开讲。开会了！好，欢迎乡亲朋友天天港条气球转到了村民台会开会讨论个现场哦。大家都东关心菜地错界系五米啦，还有菜地的村民，大家都会强关心了解保育器的问题。杨批为大家上个来宾，第一位来宾我们介绍是基隆市政府海洋事务科的科长蔡富宁，蔡科长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好，分享。天宇来宾呢，你少该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主任施同伟施博士。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好。分享，有个来宾呢，强下来到你强下讨论了个警车凤雄个规划哦。其实如果说平常在休闲假日有出来进行户外活动的乡亲，可能就会知道我们国家的东北角的这块丰富的海域是他们很向往，而且是游客足迹很多的地方哦。未来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个望海巷潮境的这一块海域，是不是会成为基隆市第一个海洋资源的保育区呢？那这样子衍生而来的相关的议题，大家就是怎么样看待哦？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东北角的海岸之星，在过去呢，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哦。它不管在经营跟利用上都是相当高度发展的。我们看到为什么它有这样的那么好的天然条件受到众所瞩目？第一个，当然它的丰富潮间带的生态，还有它的地质景观，它海面下的这个珊瑚生长是相当完整哦。那一年四季鱼源都相当丰富，它可以说是一个魔幻森林式的哈，就像是一个卵巢，一个鱼种。所以在这个潮间带呢，有非常丰富的这样海洋生态。回游性的鱼类会索饵，像小鱼都会到潮间带来吃海藻长大啊，会在这里产卵啊，所以它很重要的一个产育区，像产房一样哦。那长期过去市政府就在这里投放人工鱼礁来作为一个繁衍鱼源的一个工具。然后这里的软式富裕也相当有名。好，这样的一个望海巷之宝，将来会不会是成为基隆市第一个海洋保育区呢？看那过去蓝色海水复杂界照眼体现，了为系基隆梦回上海湾。水面白下，它开是一个丰富有酱的生物世界。望海巷这个海湾呢，是基隆呢很重要的近海的那个渔区，它里面的生态呢非常的丰富。了解台湾东北角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所在，而建议的萎缩率，因为太环境的匮乏，污染、老国土利用。在这8年，我们所做的调查，卵丝的数量有增加。可是它都来不及长大。这边也是重要石花菜的产区，可是呢，我们发现它每一年呢，它曝晒的面积就是渔民曝晒面积越来越小，表示它的石花菜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人白了大要总得个青菜种10岁出来，基隆市政府为了草根公园，支持调度梦回上5公90公尺法780公尺长，大约系15公顷安翻面积嘅海域，划设做保育区，违反规定嘅人都会违法。渔民也好，采捕的人员也好，或者是我们从事钓鱼的人也好，对这个保育区的设定来说都很彷徨，因为讲得不够清楚。对我们来说，其实任何一个海域我们都很重视，因为其实都是我们一个休闲垂钓的地方，其实我们都很愿意配合，只是说我们希望它是给我们一个对话的窗口。有人有毅力，也有人懂在心。因为保育区嘅范围并唔算大，但挑示法休养生息、生态保育嘅工作係非常重要嘅。
对于整个海湾来讲，我们只是画小小的一块，可是我们也很庆幸的就是说，在这个努力过程中，也受到很多的认同。经过2個了後，市政府追加到3年尾就會正式公告咧。計劃係基隆市第一屆海洋保育啟幕，能擺叫做得做到另一屆保護教育內容上嘅功能，係提鳳凰，嚟做得講係推翻海洋保育嘅重要觀察。过去呢，天然海湾的资源相当丰富，不过因为人类的高度发展跟利用呢，海洋资源是不是渐渐萎缩？而为了要保护这些萎缩的自然资源，所以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来设立保育区哈。我们刚刚透过影片也介绍看得到哈，其实我们相信看到这里就是我们长塘里的渔港啊，我们的海科馆在这里，我们的环保公园在这边哦。它整个保育区划的范围大概就是从南边的长潭里这边一直往上算，到潮境公园的东北侧这边哈，全长加起来其实不到1公里啦，最长就是780公尺。那宽度呢，从这个岸边的低潮线向外往海洋延伸，大概最宽也到200公尺。面积刚刚说了嘛，大概是15公顷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保育面积，在一般的海洋资源保育区的面积来讲，说小呢，它也真的不算大了哈。基隆的海岸线全长有30公里，那我们才不到1公里，所以站起来的这个比例不到2%。那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市政府的蔡科长，这样不到2%的小小的一个小小海洋保育区的面积，这个范围你们是怎么样想出来规划出来的啊？如果说保育区的面积这么小，它有保育功效吗？其实这个保育区当初设定的范围哈是经过一些潜水的专家啦哈，还有就是海科馆在这里长期的研究，因为其实画的这一块几乎都在我们的天然的渔礁区哈，潮间带这一块，对，主要是潮间带，因为在这个线以外哈，这保育区线外其实就是沙地了。是哦。对，那其实当初在设定的范围，其实是当时是顾及到跟渔民的冲击是最小的，然后也可以获得最大的这个保护的效益哈，就是把整个天然的渔礁区都把它包进来，然后包括我们这边生态最丰富的那个秘密花园的区域，也在我们现在划进来的保育区里面。那过去在这里的当地的渔民居民就是靠海吃海嘛，所以是以这个精华区来生活的重要的场所。所以这个保育区划下去，在程度上来讲，当地居民一定受到影响。那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我们小船的渔民呐哈。那当地基隆市渔会的跟渔民都是站在同一阵线。那渔会刚开始接触到这样保育区的议题的时候，在接触过程中一开始的想法是怎么样？今天我们渔会的代表也来到现场。喂，大家好，我是基隆区渔会总干事陈文清。其实当初得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市政府在推这个案子的时候，渔会一直在思考，保育是未来的趋势，环境是大家爱照顾的。为这个区划落，头一个冲击就是当地渔民。渔会甲渔民绝对徛在同一线，但是渔会思考讲，为这个保护区了后，到底对渔民是好还是歹？对未来是好还是歹？我感觉这个重点。咱真正物件爱看后摆，毋是干那看即马。这个保护区划咧，若是真正对未来、对大家人拢好，对环境，甚至对观光、对社区拢好的，渔会当然是支持。所以总干事，其实我看很多的报章杂志都说，这几年的近海渔业啊，很辛苦啦，渔船出去要捞到鱼回来不容易，感觉到渔源越来越少。所以说，像科长讲，如果说这边可以变成一个产房，把渔源富裕起来，将来渔源溢出，其实真正永续的好处，渔民是可以享受得到。你们考量是这样吗？那当然，这个地区要划之前，当然市政府跟潜水客、跟当地的渔民也是沟通过，我们深入去研究，跟海科馆深入去研究以后，才去推出这个案子。所以渔会基本上是支持这个案子，也希望所有的渔民能支持这个案子，有未来是大家拢看得到的。是，好，我们谢谢总干事。我们来看到环境保育区什么不能做？它根据渔业法有一定的法律限制哦。最简单来讲，开宗明义就是禁止任何采捕水产动植物的行为，研究除外啦哈。那好比说，你不能钓鱼了，不要抓鱼了，也不可以去采海菜啦、践踏啦、找水、抓九孔啦、去捞马粪、海胆，这些都不行，也不可以有任何破坏栖地的行为哈。那以前会有什么游客烤肉啊，来这边有一些废弃渔网乱丢垃圾。过去呢，这一些的处罚只能以废弃物管理法开罚，顶多1200块。可是现在划设保育区之后，将来是适用渔业法，可以开罚3到15万元。
这样的法令限制下去之后，会产生汉格的是在于这周边的渔村的居民是对这里过去是相当的依存度很高的，是高度利用的。好比说，过去这里就是基隆的热门钓点啊，基钓的天堂啊。那在地渔村有很多的海女，过去都是在这里采海菜来养家活口的。以后这里都不能做了，显然这个保育区会受到冲击的有3大族群。一个是在地小船的渔民，一个呢是在地渔村的村民，靠采海菜为生的，第3个呢是来这边休闲水钓广大的钓客。那我想请问现场有没有是受到以上法令规范限制的族群呢？来谈谈你们对这个保育区有一些什么话要说？我是望海巷百年渔村自救会的会长，我叫蔡文生。是。原则上我们对这个保育区我们是表示赞成的意见，也是赞成。对，但是自从海科馆来以后，让我们的百姓、我们在地的居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它已经压迫到我们原本的生活空间了。怎么说？我们的生活空间，本来是很大，我们要去哪里海边玩都可以，现在受到很多限制，比如说潮境公园的停车场，它原本是一个公园，大家都可以去那边休闲玩的。现在海科接手以后，庆阳公司来接了以后，他把它划设成一个收费停车场，某种程度被限制。那现在又有保育区，也不能再进去随便垂钓、采海菜。对，那个其实这个保育区，我们还为了下一代，我们是能够忍受的。但是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已经受到压缩了。大家好，我是望海巷的居民，毕信代，我们是年轻的一代，但是我们年轻人一代虽然有些已经在外面打拼，但是还是有些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没办法出外打拼，还是要靠着这渔业，然后采海菜为生。那我2个堂弟就是都需要采海菜才有办法维持家计。那现在因为这个保护区这样圈地这样起来，我们的生计也会出现问题。那我想要请问政府有没有所谓的配套措施？这样子。好，谢谢你。谢谢。好，这位大哥。我是台湾钓权会副秘书长李宗志。首先我要先说明一下哈，钓客大家认为这就是钓客，但是钓客它应该区分为2大族群，一个它是必须要钓鱼，然后做营业用的买卖的，一种就是像我们这种，我们是休闲用的，所以说我们首先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以我们休闲钓客来说，我们非常赞成这种保育区的策划，但是我们希望它有多一个配套，就是如何能够包含了教育在里面，教育包括了教育未来的钓客，我们这边望海巷在地的小朋友一定都会钓鱼。那请教一下，一般我们来讲说保育区不可以钓鱼，是在于就是怕钓客带来污染源，那些塑胶渔具啊、乱丢垃圾啊这种现象，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呢？有关于垃圾的制造一样，因为它已经划设成所谓的这个保育区，所以一定会有监督的人员。你在你的规范里面，它一样适用3万到15万的这样的罚则。一样是有在管理这样哈。对对对，像很多钓客会跟我们反映，哎呀，我去做了什么样的违规的行为，被渔业单位罚了，我们说你活该，应该罚重一点，应该以最高的罚则去罚你，因为你不符合休闲钓客的这个品质嘛。是您的意见我们听到了，谢谢，请坐。我先把时间请教我们科博馆的施主任。乡亲的感受讲到圈地、圈山、圈海，可能有点沉重啦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海科馆过去这2年来，其实筹备了那么多年，也是县市政府地方非常积极去争取的哈。那到底在这个实际上，不管是保育区的规范也好，或者是相关管设的这样范围的限制，你们能够来谈一下吗？乡亲们会有这样子受到生活空间受压迫的疑虑，作为一个回应。我先针对第一个问题，有关那个保育区划设这个部分哦，到底是为了谁？因为这个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对，到底为了谁啊？是，到底是为了谁哈？以我们博物馆的立场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我们博物馆，是为了这个环境跟我们产业的发展这个不是为了我们博物馆单一在这种考量。那大家都很清楚是说，我们人类对我们资源的一个利用它是在过往的一个行为是不是很适当的？那如果今天资源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家家户户都是渔业都是很丰收的才对。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
好，因此我们在经过一些研究跟调查以后，我们发觉其实我们要维护我们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所有的生物才有办法健健康康的在这边生存，当然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因此呢，今天这个保护区的一个划设呢，事实上是长久为了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跟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而努力。所以我必须在这边重申说明，是说，其实保育区的一个划设呢，并不是为了我海科馆，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福祉是大家的。是的，是环境是大家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建构一个至少在海洋，我们为海洋努力，它是一个健康然后有活力的生存的栖息环境，让海洋生物都能够生生不息。那当然资源就可以永续利用。那问题我也请教一下，因为刚刚乡亲提到几个问题，我可以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市政府的蔡科长吗？当地的石花菜，我们知道这里的这个望海巷特产就是石花菜，石花菜就是我们乡亲可以做成石花冻的那一种，我们俗称海燕窝啊，是夏天的消暑圣品。当地的村民、渔村的村民都常常依视它来作为经济生活的之一。那基隆市政府在考量到当地居民的生活权益，后来呢，它就规范了哈，如果真的要徒手去抓这个在潮线以上的这些海菜、法菜啦、石花菜等等等哈，你只能是涉及在基隆的市民。但是有2个但书，第一个你只能用手去抓，不能够背气瓶，不能有装备下海捞哦。第二个呢是前1年就要向我们基隆区的渔会来申请，在第2年的2月份到6月份来开放采捕，所以1年12个月，它只开放其中的几个月。科长，这样子的设立的这个但书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啊？其实刚开始规划保育区的时候是禁止所有的都不可以的，对，动物跟植物都不行的。然后其实在几次说明会里面，就是居民有反映说他们有采海菜的需求，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东北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石花菜的产业了哈。那当然这个实际上的作业的时间，我们也跟居民去讨论。那其实，在海菜的部分是从秋末开始，跨秋末了10月后面到6月，就是夏初这些都有。只是说后来我们有实际上了解说，其实有一些那个经济型的海藻，它是潮线以上跟以下的啦哈。那其实我们现在保育区主要是潮间带，就是水面以下下的，对，所以其实就没有去特别去规范水上，就是冬天的那个季节，所以才会就是限制2到6月，因为水上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没有去限制啦，所以才会针对2到6月的部分，水下的部分去做限制，所以2到6月是可以采的，是可以潜水，但是就是不能用背气瓶的方式。你不让人家背气瓶下去潜水采，是因为那种是专业课，一捞什么都捞走，是这样的顾虑吗？对，因为其实这边东北角会有很多外来的类似原住民啊，或者是他们就是长期会背气瓶去做采捕，专业级的就对了。对，专业级，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潮间带哈，尤其在我们的珊瑚礁区，它的破坏性是比较严重的。它除了海菜之外，还会采捕动物啦。对，我们听到这边有一点声音哈，是不是有要来提出意见的？宰浪界刚才我们就有科长特别为什么会选中我们那边，因为伊有可用之处，所以我讲伊是一个宝地，所以阮当地人哪有可能讲无爱惜这个所在呢？哪有可能讲后白改菜呢？是，所以因为原则上我是说，只能用徒手，说你不能拿那个迄的。气筒落去啊！我是干嘛讲？是不是你再考虑一下？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真的来决定，就是说你们有这个声音，你们是不是再来思考一下？这个保育区的范围，它目前划定的范围其实是不大的了哈。然后当然会影响到部分钓友的权益，或者是说居民的权益，甚至是青海原本在海边玩耍的这些小朋友的权益，其实难免会有一点都有。其实每一个族群都会影响到哦。那当然这个保育区，其实我们会采滚动式去检讨了，就是未来是希望它是溢流的方式。那保育区如果说在短期之内还有一些就是类似这样的专区，其实会容易让民众去混淆，说到底这里有没有被保护？如果说因为以往是没有以往是钓客在那边钓鱼嘛哈，那现在如果说有些区域是开放的，其实会比较容易让人家混淆，说到底这个块有没有在保护了。所以其实，在短期间，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个部分就是完全的去做一个限制跟禁止。那未来就期待有一天它溢流了，有这样的渔业资源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去检讨是不是有做局部的开放。对，市政府说了哈，当然会持续的滚动式检讨。那我们也好奇哈，到底在这个海岸边所制造的垃圾，不管它的来源是来自游客、休闲水钓的钓客，还是在地居民哈，或者是产生的一些生活的垃圾，到底对这个海岸的影响是大的吗？现场我们来了
环团的代表哈，他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观察呢？大家好，我是看守台湾协会秘书长谢和林哈。那根据环保团体哈对一些海洋废弃物的调查，好，那个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渔业活动哈，会产生就是在海边产生的垃圾，包括钓鱼、捕鱼、钓客对，他们的统计数据哈，就是说包括有72% 是跟饮食有关，就是你到海边活动，然后你吃一些东西啊，顺手就丢，好。有17.8是渔民造成的哈，他可能丢一些渔业的浮球啦、浮筒啦，防碰撞。好，那当然这个是全国他们有在关心海岸线的一个平均的数字，那每个地方可能会都有不同。好，是。那不管这个来源是怎么样，是钓客也好，居民也好，或者是渔民也好，那这些垃圾在海洋里面。它如果没有被分解，其实也会可能被海鸟或鱼类误食。好，那最糟糕的是，它可能会裂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好，那就是一些浮游生物可能都会把它误食进去，然后这些小块小块的塑胶，它虽然它会附着一些有毒的物质。所以把这个珍贵的这个生物栖地，把它划一个范围保育起来，避免过度的人类活动行为造成它的污染。可是现在一个做法哈，其实呢，这个保育区是我们基隆市第一个要成立的保育区，在地的乡亲，大部分的民意好像是倾向支持的哈。我们可不可以也听听你们的观点？我是中华民国钓鱼生态保育学会的那个创会理事长，现在是那个常务监事。如果说其实要设置这个所谓的那个钓鱼示范教学区来做宣导的这个问题，我个人是不是很赞成，因为这个范围很小。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100公尺这个钓鱼的这个示范区，然后做教育用，然后这个潜水的也可以要个100公尺。你觉得其实什么活动都不要，就保持那个清净地？对，就把它，因为好不容易全国有一个这个第一个这个海洋这个地方政府设置的这个海洋保育区的话，那这个让它很单纯化。单纯化就是说，不要在这个保育区里面有一些渔猎的活动，因为这个渔猎的活动会造成，如果有人家会看到说，这些人是不是有特权？就好像我们就好像非洲的这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它在保育区里面，它竟然开放可以打猎，那我们看的都是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个行为。谢谢。从管理的角度，还是维持单纯使用最好。还有没有其他乡亲也有意见的呢？我是这个基隆市沿海协会理事长哈。因为那边是一个洄游的地方，是洄游的地方，那边渔产丰富，那个小鱼非常的多。不管能习啊，不管那个回鸡。不管什么鱼，它来到那边就是栖息在那边，所以那边要富裕，要保育，要富裕，要繁殖鱼类，非常的好。所以在我站在这个基隆市这个渔船协会，我是非常的赞成这块地方的划为保护区。好，谢谢，请坐。谢谢。我们把发言的机会交给其他的乡亲朋友，有没有其他的看法？这个是我在海滩上发现的一个钓客随意丢弃的一个冰箱它只是后面盖子坏掉而已，人马上就被钓客丢弃在海滩上，就那么一块的箱子就在海滩上，对，就整个都在海滩上哈。然后因为我小弟长时间在海滩上做过很多的调查，是现在目前来说，钓鱼活动有逐渐成为我们现在海滩上污染的垃圾源哈。那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钓鱼用的浮标，还有一些诱饵袋，对，塑胶袋、诱饵袋哈，还有一些假饵这些假饵这些都是我们看得到的钓鱼活动所产生的一些垃圾。这边我们来延续补充一下，好不好？在海岸上充斥垃圾有多少哈？这已经是变成一种通识教育了。大家来看一下，海洋垃圾什么东西最多哈？大部分你看到塑胶碎片、保丽龙碎片、
纸袋、塑胶袋、玻璃瓶、吸管、瓶盖、免洗餐具，还有其他像烟蒂、塑胶瓶等等哈，所以都是刚好符合到我们不管是做研究垃圾的，或者是我们实际去进单的，发现原来在我们的海岸线，在我们的潮间带，发现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东西。那90%都是塑胶类，塑胶它是一个很好用的物品，它很便宜、很轻，又可以做成各种的东西。可是在于我们对它的使用的概念是无限制的使用，所以你看，发现这些没有办法分解的塑胶类，竟然占了海岸垃圾的90%。我们再来把它这种抽象的数据变成具象化一点，好不好？光是烟蒂，这不到10年的时间，收集起来海岸边的烟蒂叠起来，可以有2.6座的台北101，好高啊哈！塑胶袋可以叠成5座玉山呢，那将近3000公尺的大山呢。然后呢，瓶盖、吸管都是这么样可怕的惊人的量，所以透过这些具体的项目，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不知不觉中，因为方便人类的活动所产生的对生态的破坏，还有留下来的废弃物，产生这么大的压力。那像这样的，基本讲到那个保育区，它个昂惯性哈，其实我们地方的市议员对这个市政府推出这样一个保育区，他们也是在议会上全力支持的。我这边提供几个最近比较科学的数据哈，因为海洋污染啊，造成渔业枯竭哈，已经到达非常非常严重了哈。刚刚的主持人说明里面很清楚。那跟我们基隆比较有关系的，你看最近有一则新闻啊，金鱼啊搁浅了。结果解剖以后，我们发现什么？里面都是什么？塑胶垃圾。再来有10只的海龟，对，海龟肚子有垃圾，也是有垃圾，对不对？再来，我跟大家报告2个科学的研究，美国啊的这个科学期刊已经发表了哈，预计再这样下去，2048年，全人类哦可能没有鱼可以吃。那我们基隆北海岸台湾的科学家所做的一个数据啊，我们这30年来，光台湾北海岸的鱼种啊，少了2/3。过去咱北海岸哦，渔产非常丰富，鱼种有高达120种。那现在只剩下30种。再这样下去，各位如果有去崁仔顶买鱼就知道，很多这些鱼商都知道，再这样下去，真的我们崁仔顶会没有鱼卖。好，我们都要正视渔业枯竭的问题。那渔业枯竭的问题很多啦。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最直接的，人为的破坏就是什么？垃圾太多。那这个部分呢，包括最严重的就是什么？钓客或渔民所产生的垃圾，渔网直接丢到海底，钓鱼线，还有刚刚我们这位潜水教练他所提供，现场拿出来的垃圾，这些东西啊，一旦被鱼吃进去了，而且鱼还温细耶，因为这些垃圾这些塑胶垃圾不可能在它体内分解，对，所以这个鱼吃到一定会死。这个番仔澳这边所投下入的人工鱼礁，包括我们富裕镇卵石啊，全部都毁鱼蛋。那我们今天不得不再正视这个问题了哈。那我当然啦，各位的反应，我们在议会也会跟市政府再进一步沟通，怎么样兼顾保育政策，又能够让我们当地靠这个采集海菜的这个居民的生计能够维护。当然也要确保我们这个休闲观光，包括钓鱼、海钓、潜水这些休闲经济能够继续的发展。我们发现其实针对划设这样保育区，村民或民意代表的这个共识度都是相当高哦。因为大家现在对海洋资源的价值急速萎缩都有很高的危机感，所以呢，那我们的科长也讲他其实不怕开说明会就算再开10次，他也愿意开只是呢，这样讨论应该有一个宗旨点，先做了再做滚动式的检讨，所以在3月底，他们很希望就可以把这个保育区正式公告。好，大家对应该保育区规划嘅方向、台体育强用嘅看法都很支持。不过呢，现在这个保育区如果将来划下去，有没有一个还没有爆炸的未炸弹，是让我们不可以回避这个问题的？这个爆炸弹是什么呢？谢贵哈，杨皮的关系。咱向市高转到居民台会，我哋下起嘅所在都係上班中，你所讲到为挖沙做保育区嘅超级公园，大家看到呢片嘅风景真景非常安详哦。不过呢，大家地望我哋下起嘅所在呢個大廈，跳過就會把掉自嘅垃圾染埋沖，因為擋掉回水經過，所以有啲部分嘅垃圾已經走出來咧，所以呢下問題出來咧。
两片因为自然冻进贵，所以挖沙做保育起。不过呢，又拄到跳过那个垃圾站卖从垃圾走出来，显现风险嘅问题。个保育起，咁真紧做了就好哈。因为下样批个转到讨论现场继续讨论。好，经过上半场讨论，我们知道，其实在地的乡亲呢，对这个保育区的共识度都很高，支持度也很高。不过这个问题，我们显然没办法回避。落水天来到基隆的草根公园，其实也唔系马街风采天，不过回顺嘅龙就已经非常安泰咧。天然依然嘅腳鋪肯講下，春過萬尾嘅回報。就看到大廈嘅垃圾車烏睇櫃台片，馬嘅玻璃罐塑膠腿兒差里呢，全部走出來。大概2-3年前啊，在前方我们这个位置前方大概300米的位置就已经有发生破损，大部分都是属于塑胶制品，没有办法自然焚化。那个都是我们上一代承继下来的，那只好我们这一代来承接。因为俩大波跳过就系八条子垃圾人买冲，65年到81年，收嚟总共超过200万吨的垃圾。风冲富裕了后，变做了新身体，把每过去做草根公园，俩下系会可观的管理。不过没想到，冻掉太水景观。97年新落去风采细节，就乌睇的一空。去年内天气变化很卡大，垃圾卫生嘅情况就很卡严重嘞。去年的6-7月，这个地点又发生了崩塌。我想这个现象如果不做治本的一个规划，将来啊一定会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破损。因为我们的工法不见得能够抵抗得了我们的大自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之前的裸漏、之前的垃圾飘到海里头这些问题来说的话，目前也没有完全处理得很好。一片回尾就会变做保育起嚟。能把所有水产同植物都做唔得青菜做、青菜掉。不过係講橋染買廠仍然唔處理，冇辦法分解塑膠垃圾經流出去，也要回用生物，恐怕還係冇真正受到保護嘅原因，自然環境還係有危機。好。望海巷的潮境公园在这个月的月底，基隆市政府就要正式公告为海洋资源保育区了哈。保育区就是要把它保育得很干净。可是如果说来自于陆地上的污染让它不干净的时候，这样的碰撞该怎么办？透过这张地理图，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是我们的潮境公园、富裕公园、海科的主题馆在这边。在地的八斗子居民都知道，在过去这个富裕公园跟潮境公园以前分别是水肥厂跟垃圾掩埋场，当地的村民叫它叫做塞库拉啦哈。以前讲说是吃饭配苍蝇啦哈，可以想得出来，在早期这里的环境污染的状况是很严重的，生活条件并不好。那后来呢，海科馆来了之后，接着把它做成富裕公园跟潮境公园。努力了这么些年，开始做出那么生态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说，这个垃圾掩埋场在封存了那么久之后，开始受不了，因为你看，乡亲朋友看到这个地图哈，它就是它的开口就是朝东北向，所以每次那个东北风带来大浪这样子打进来，海浪又集中，浪高又大，所以过去的豆腐渣工程几乎没有办法抵抗这样大浪的时候，垃圾裸露，刚刚透过影片都看出来，那些都没有分解的塑胶袋、垃圾还有玻璃瓶，就这样水流到大海上，被鱼吃的，鱼再被人吃的，又是那一连串恐怖的循环。那这样我们的保育区只做半套吗？在地的现场乡亲对于这样垃圾裸露还有掩埋场的这样长远疑虑，你们的忧心是什么？我们对这个保育，我们真的是深表赞同的。但是保育不是说只有禁捕、禁采这个行为就能够保育的。比如说，你那个垃圾如果没有把那个堤防加高，还是做什么处理，大浪一打来，那个垃圾一下去，整个海底那个破布啊、塑胶袋都覆盖在那个珊瑚礁上面，这个对栖息地是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是。还有那个富裕卵丝。富裕的很成功，但是最近我们渔民发现，大的卵丝怎么一年比一年少？怎么会这样？原来是现在卵丝出生这么小的时候，就有人开始专门在钓的，那是职业的，钓起来都交给那个海产店。我希望说能够有配套措施，比如说叫那个钓具店几寸以下的小木虾不准卖。好，还有那个卵丝太小的不能钓上岸。
那我们也知道，透过影片看到，其实在过去早期掩埋场的周边，因为它就是临海嘛，跟海非常非常的接近。过去有做一点点的水泥墙，可是那水泥墙好像是豆腐一样水一打它就都烂掉破掉，有一个缺孔了做这样的胸墙来围堵，相信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意见呢？我们在讲海科馆好不好？好，当然好，我乐意跟博物馆为邻。保育区好不好？好，我非常的认同。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垃圾问题不处理，只是做一半，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学者专家在讲说，保育。我是八斗子居民，我从小我就很热爱我的八斗子，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东西。104年的9月，潮境公园数百吨垃圾裸露，威胁卵丝产房生态。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样垃圾污染反复发生，胸墙并没有产生效用，所以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可行的，应该要把它挖走。我最后再让大家看一个，近海15个渔民加120个潜水客清出500公斤的垃圾。我请问，这垃圾里面是不是有500公斤，有490公斤都是从这边的垃圾跑出去的？你这样一直清，东北季风那么大。把它整个把它摧毁，然后你垃圾一直外流，然后我们的长官就拿着政府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花了几百万、几千万，然后盖胸墙。之前我记得还拿了1、2亿，结果胸墙一直盖，垃圾一直流，然后你说是保育，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夸张了，太荒谬了。谢谢您提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慷慨陈词的建议。乡亲们认为，如果要好好处理断掉这样的垃圾的污染，有没有可能在过去造成的历史公园这个垃圾掩埋场，可以整个挖除，一劳永逸，以绝后患？今天我们的议员来到现场，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教，在议会上，你们对于这个垃圾掩埋场现在也要设立保育区，它就在周边，你们的声音是？就像我们过去做好这个垃圾掩埋场。也把所有的保护措施，相信当时都认为做得很好，结果呢？显然事实证明没有效。结果垃圾跑下去多少次？而且呢，刚才许先生讲的，我们真的海域的垃圾大部分应该都是从这里跑出来的。所以呢，我个人在议会当时我也提过，我很希望把这里的垃圾可以挖掘起来，把它送到焚化厂去把它焚化掉，然后让这边呢真正能富裕起来。是，好，谢谢你哈。担心治标不治本，1年花个1亿来做胸墙，又被大浪打坏。如果做10次也是10亿，那是不是要毕其功于役，把整个垃圾掩埋场的垃圾可以清走？不知道在地方乡亲还有没有是这样的看法、意见要表达？只要若风台来，你会使去看，迄天的那个黄小姐有过去看，伊已经迄个花，已经风台已经用歹去啊，结果缺损，对，也是没有处理。我有反映说，哎呀，这恐怖，因为你既然是观光胜地。为什么我甲当地人甲你欢迎？我当一个里长，我是大家长，我老是一直这样反复的一直讲，结果你甲我讲安怎？无经费啦，就无经费啊，就安怎啊？要挖除垃圾山知识体，大概几？对啊，我今天要是我一直强调说，你今仔日若是讲我歹听，今仔日若是讲有人踮遐咧看望海咧赏观的时候，有跌落去，啊是安怎的？啊谁要来负责？等你们的时候你再讲，啊有啦有经费啊。那怎么办呢？是里长的意见，我们听到了，谢谢。那我先请教我们海科馆施主任，施主任，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陆岸上的垃圾掩埋场，那些没有分解的塑胶垃圾漂流到海产生污染。你们是研究单位，有做过水质的监测或环境监测，这一批垃圾有没有造成危害？我们每年都有定期在做水质的分析，那也做海岸的一个观察。那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就水质的一个大家最担心的，以前都没有垃圾分裂的状况，它的一个污水这样流出去，它海湾的水质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我们做了10几年的一个监测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老天爷还保佑这一块土地还蛮万幸的，这个水质还基本上还可以，还在安全的范围内。那在这个部分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是，所以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潮境工作站，我们取的水就是以前环保局它在取海水的取水口的水，整个海湾的就抽来，我们来做养鱼。那养了10几年以后，因为这个水质还蛮稳定的，所以我们的鱼都还能够健康的活存。其实我们曾经有去分析过，我们如果做适度的退缩，不要这么样跟大海去争地。以前这个观念是比较落伍的，就像刚刚韩议员提的，那是我们错了。所以我们想是说，我们如果做适度的退缩，让我们的海事平台当作是我们消波的一个功能的话，做部分的退缩的话，其实经费将近要跟我们盖一个新的博物馆完全一样。
所以其实呢，在整个一个完全一样是说40亿、50亿这样吗？好，那如果全部要清走的话，恢复它自然海岸，那当然那个费用呢几乎是快2倍。所以其实呢，在现阶段呢，我们部里面也知道，那个我们保护区，或者是说我们尽量不要让我们裸露的地方呢，不要再让垃圾下去。所以其实已经拨了一个经费，在做了一个不能说是胸墙，那做了一个安全隔离带的一个部分，让它不要再掏下去。那其实就我们刚刚各位主持人刚刚看在那个影片上面的那个部分，垃圾裸露部分，其实它的确在过往它垃圾更多，只是都被掏下去了。那现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们这几年的观察的话，它基本上都维持这种态势，只不过说因为它还有海水泼上来，所以它的植批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在我们岸边，如果植批长得好的地方的话，基本上垃圾是不会下去。是。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的是这个部分，尽量让我们裸露的垃圾呢，能够做一个安全的隔离带，让它暂时不会下去。谢谢海科馆哈，海科馆呢，前年的年底啊正式营运哈，这2年来还正在努力的推展他们的博物馆的事务，可能就已经是还蛮焦头烂额的哈。接到这样一个烫手山芋，在处理的时候会有非常多要动脑筋的地方。刚刚我们有相信提到，这个垃圾掩埋场不处理好哈，大部分的海岸或者是海洋的污染垃圾都来自于这边。那实际呢，刚刚有提到博物馆很多都是在实际第一线研究，我们的陈主任跟我们讲一下哈，他实际在这样做一些海滩上的垃圾分类研究，他们提出来的说法是，其实新增加的垃圾就是近年来在这边海岸活动的人类所产生的垃圾，其实数量还是比这些尘封了20年的垃圾掩埋场的垃圾还多，所以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个说明？我们很早就在做整个水域的监测。那有关于这边的垃圾的话，在2008年，我们结合地方，像钟里长这边，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捡这个地方的垃圾，然后持续我们也去做这边垃圾的组成的一个分析。然后的确它没有像各位想象的，像我们路上捡到的垃圾，其实是以游客来这边游憩，那甚至有些居民他们可能比较偷懒就随便乱丢，我们会捡到一些家庭的垃圾为主。那真的是旧的垃圾飘出来的，其实是有限。所以你是说，这里以前8斗子的垃圾掩埋场那些裸露那一块，其实就固封在岸上，流是有流，但是绝对不是多数，这个要澄清的是这样吗？我们应该讲各位关心的东西其实都是水下掏空的部分，那个地方的确有一些垃圾外漏那陆地上呢很多民众看得到那个陆地上那些垃圾，可是那个反而不是主要的问题各位想一下你看在那个坡上面是有长草的，那今天如果是海水下去，然后把垃圾带走的话，它是没有什么机会长草的，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已经稳定的那通常会出现垃圾，就像我们刚才钟里长讲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台风把底下弄破了，从底层开始抛。对，所以海里面的那个看到的垃圾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真正的说陆地上在那个你看到那个坡飘下来的垃圾其实是有限的。好，先谢谢海科馆的说明。当然今天环保局或者是我们基隆市长没有在做，但是我想先请市政府的代表来回应一下，针对这一块，我们没有后续维护之责嘛？整个海湾这么大，然后其实像富裕公园一路走来也是从非常非常不好的状况，到现在目前的一个比较漂亮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未来的海域也是这样的部分。那海域的部分，像保育区，未来就是让成立保育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一定要先把现在目前下面的海底的一些垃圾跟覆网先清干净，然后未来就是定时会去做这样的维护，这个是我们一定会做得到的部分。所以市政府这边只能透过这样子保育区渔业法的权限来做海底的环境清的垃圾。那韩议员我也请教一下，发现其实这块地方牵涉的主管单位都不只是海科馆或市政府，渔业署也好，林务局在这里也有地啊，这是一个知识体大的垃圾整体的移除工程。好多乡亲都提到，你只是治标不治本，做个胸墙或者做个安全隔离带，不能够长治久安。最好的方式还是把它移除。那移除耗时耗钱，这件事没得谈了吗？没有突破的盲点了吗？那我的建议就是比照内湖垃圾站的处理方案。民国76年台北市政府要处理淡水河整治的这个工程他们就很有魄力的，很有远见的，就把整个内湖垃圾山全部抛除。还是应该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那一块已经变成什么？那个堤岸公园，对，非常好。那我们希望说教育部能够尽快的提出一个
彻底的解决方案。是，看似如主任所讲的，我们可以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先限缩，第二阶段全部抛除，但这个真的需要上百亿的经费。可是我也提醒我们这个教育部跟我们这个海科馆不用急，现在垃圾分类是可以赚钱的。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能烧的就烧，不能烧的做垃圾分类。垃圾分类这一块是可以有经济产值的，搞不好得标的厂商还赚钱呢。所以经费上我们也不要太过担心，但是希望说，我预计就是大概今年6月份我就会再跟教育部追他们的进度。那我们希望说教育部能够具体的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上好就是把笨水弄挖掉，让我们这个海岸线恢复过去的海岸线，这样子才能跟我们现在要划域的保育区。能够结合嘛？在一起哈。垃圾掩埋场，它永远地底下都是垃圾啊。是，我们可能不要一叶障目哈，以为先遮住就看不到哈，还是要追求一个长治久安的办法。也许不是当下能够立刻解决的。那谢执行长，我就要请教了哈，难道我们的想象哈就只有1或2吗？我们不能现阶段先处理补强那个防堵，然后呢？中长期我们可以慢慢规划，不只是公部门的预算，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可以结合地方，你看乡亲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社区的自治力量，也可以来一起处理这个庞然大物。你的观察呢？我是认为说如果说要比照内湖垃圾山那种模式，其实那个模式现在大家看起来很漂亮，它过程中其实造成很多的污染，因为那个在移除的过程，那个我不是说不赞成移除，但是我们对于这个过程要非常审慎，因为这个垃圾它已经常年在底下好几十年，然后它有附土，它有分解，它那些垃圾在挖除的时候非常臭，因为它有很多那个渗出水。是。那这些垃圾要送到焚化炉去烧的时候，其实都很不好烧，所以那几年那个北投焚化炉，它在烧这些内湖垃圾山的垃圾的时候。烧到就是说，它本来评鉴都第1名，变成大概是最后几名。机械都还毁损了。那机械常常要维护，所以它要移除的时候，速度绝对不能太快，因为他们当初就是规划，他们大概10几亿的预算然后要把5、6年的时间要把它移除，然后就大肆的去挖那我就觉得就是说，今天这个820这个垃圾掩埋场，它就是破损的地方，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容易被掏空的地方，先优先移到别的地方去。是，刚刚朋友们都一再提到这些不管是从掩埋场被大浪打出来水漂的垃圾，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人群在海岸所产生的垃圾，其实它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做生物放大效应，就是我们学者专家一再担心的。你透过这个表非常一目了然，产生的垃圾在海面上看到浮游生物吃，小鱼吃，大鱼吃，海鸟吃，到最后就是人类吃。那各种的环境荷尔蒙，包括戴奥辛、农药、DDT 等，其实都在这些副制品里面会产出。所以刚刚乡亲们提到好多，在信天翁的肚子里面有塑胶罐，在海龟的肚子里面有尼龙绳，这些问题将来都会是一个极大的负担。那不只是海洋专家们要努力去维护我们海洋生态，刚刚包括我们的净滩志工都发现，这些垃圾清不完的清，我们只有好好正视它，才能够改变。原本我们在做净滩的时候，我们没有思考那么多，我们只是想说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不管他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来的孩子，我们都带他认识基隆这一块好山好水的地方。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教育孩子，大自然也在教育我们。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各位提出的各种方案、各种方法都很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当这些方案逐步在进行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学子能够实地的去参观、去看、去了解。我觉得环境教育是从根做起，相信我海事里面有好多的学生，可能也住在这附近，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子弟，他们也会感同身受。我想今天在这边跟各位学很多，也了解了更多对环境教育的议题。谢谢大家。是，好，先谢谢校长。那另外一下，陈老师。其实最重要就是在规划这个案子，我觉得在地的文化你一定要兼顾。你相信那个垃圾场不是一天造成的，是，那政府应该有责任把它清走。因为它是根源所在，是，所以大家都要承担这个后果。再来，在地文化渔村的建设，其实就要靠保育。
那他们要有在地文化，其实要保护在长潭里的这些在地人，能够创造文创出来。所以这个规划必须是长远的规划，有计划的规划。那其实海科馆他们在专业领域里面，他可以做这些协助，结合了长潭里的里民一起来做，我相信会做得更好。那以教育的角度，学生共同参与，这大人的事物其实就从小就发展起来了。我们还有海洋大学可以协助，其实这个长远应该是会看好。那我也是期待我们的下一代在这个工作上能够落实认识海洋。是，如果要从海洋保育出发，其实整个在地的文化、海洋生态的教育，这可能都是环环相扣的哈。我们其实透过刚刚的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整块形成一个天然海湾，延续着这天然海湾所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在地聚落的文化，都是跟我们的渔业资源是环环相扣的。现在我们知道，3月底在基隆市政府就要在这个潮境公园望海巷海湾成立了第一个保育区，那将来呢，在这个周边的垃圾掩埋场上，包括议员还有地方上公部门都希望努力的去做到永绝后患的这个方向去做。那最后一个议题，我们就要延伸谈到，就是说，希望这整个包括整个众代都可以做一个很紧密的连结，包括在地的文化、渔村的资源，还有人民的感情，可以共同来维护这个地方。也许就会让保育区这个本来是狭小的定义，只是保育海面下的东西，可以做得更多。我是八斗士产业观光促进会的总干事蓝丽玲哈。那我们协会在从事的就是观光套装旅游，我们非常乐意的带游客好朋友来参观我们八斗士，尤其八斗士有太多的人文历史可以讲哈。我们有100年的渔疗哦，你说渔疗就是在船上抓到海鱼后，先在这个岸上做基础的加工，已经有100年历史了。对，然后我们也很希望。有空的话，大家一起来体验我们的渔疗跟乐高处。谢谢你。好，总干事提到了哈，希望在地的这种文化哈、文史的故事，慢慢的结合这种自然生态，还有我们的国家级的海科馆、文教单位，也都可以来做一并的连续规划。对于这样的地方发展的展望，跟这个保育区以后未来的愿景哈，还有没有想法、意见要补充的？我们再开放。因为现在的这个钓鱼活动，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无政府的这个状态，没有人管。哦，那这些人呢？怎么样钓鱼没有人管，安全性怎么没有人管？那以前我们的这个东北角管理处，还有这个北海岸那个风景管理处，他们有拍一个 VDR， 它那个叫做基钓的安全守则的一个 VDR， 他们也出版了一些折页，就是讲说，这个哪一些地方是这个危险钓点，我们不要去碰它。相关辅导的办法。对，可是这些都是枝枝节节，可是最可以一劳永逸的一个办法，在先进国家里面都有这个办法，那个就是所谓的钓鱼证。那我希望说，那个这个基隆市政府可以把这个钓鱼证的这个推行，产生变成是一个全国第一个施行这个钓鱼证的这个推行。我们的垃圾掩埋场那个破洞，今天不堵上的话，我们今天的保育区都是空谈的。就像拿我们来说，我个人办过9场净滩，大家猜猜看我清出多少垃圾？没有吓大家，10公吨，刚刚好10公吨。10公吨不是10公斤呐？1万公斤的垃圾，光在基隆我就清了6吨多。所以这掩埋场是的确大垃圾。是不是？因为我讲一句比较客观的话，很多人都喜欢攀这个攀那个，但是因为海漂垃圾这个问题。最难解决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不敢说它一定都是从垃圾掩埋场出来的，但是都应该杜绝。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像我前几天我在万里海滩在我们基隆的那个海滩也捡到了那个 VCD 那个叫什么光碟片之类的吗？不是VHS 的那个录影带。那个在台湾已经消失了最少20年以上了，但是那个东西还会再出现，人为丢弃的绝对是不太可能，因为那么长的时间，会不会是从垃圾掩埋场出来的？有可能，也很有疑虑呢哈。对，好的，您的意见听到，谢谢。刚刚那位举手的先生，其实垃圾刚才说有的是渔民的渔具啊乱丢，但是据我的观察，其实垃圾是来自2个大源，一个是钓客，一个是游客。渔民那些钓具掉到海上里面去啊，他们希望再拿回来，那是他们的财产。
不可能说他要把它放掉那个地方去。所以你说怪罪渔民的话，我个人在渔民，我家以前也是渔民，我是非常都不认同的。你们去看看，钓客来讲好了，现在八斗子港口2个是不是有一个海钓场？我曾经在那边跟外面的人要吵架，我要跟外面的吵架有2件事情。第一个，我去看了钓客呢，我去那边，我带着志工去那边清理垃圾，然后去清理的时候啊，我们清理垃圾，有的不好意思啊，赶快把它推到他们脚插住，不让我们看到，那我说先生你脚移开，你不清我来清。我觉得我们台湾政策讲一大堆，执行面是0，为什么？没有罚，有罚则谁去执行？在海上乱丢了，有海巡署为什么不执行呢？对不对？海巡署有检查哨，为什么不检查呢？好的，对不对？所以说还是要罚谢谢。您的意见我们都听到了。最后时间，施主任，其实我们的这个海科馆过去是北部火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当然一定程度在台湾的工业发展带来了贡献，不过它也是个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现在海科馆来接手了，将来就在这边做一个国家级的文教机构，跟这边相关的海洋廊带，还有科普教育这方面的宣导，都是重责大任。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区位非常的特殊，因为我们是跟当地的居民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除了我们有基本的博物馆的科普教育的一面以外，我们也是一个终身教育非常好的一个场域。当然，因为我们博物馆的产业跟当地的不管是渔民，他的传统的文化的产业都可以结在一起，所以其实在我们馆里面呢，大概有3大方向呢，在跟我们的地区在共荣共存。第一个是科教，第2个是终身教育，也就是社造。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绝对是这3个部分呢，一定会跟市政府一起努力，让我们这个区域变得更好。是，谢谢。潮境呢，就是指寒潮跟暖潮交汇的地方，而这样的宝地都是渔源最丰富的所在今日咧就掠大家糖度对了个记拢体育界保育起就安度界，希望เรา起台队希望去做好。以上呢係出面台會咧度記錄讓大家推廣強下類群一個保育區嘅問題，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下個禮拜再會。